台湾喺一个当开放嘅社会，上一道国外学生嘅来到台湾读书，有位青米汉地亚上进入党，有两个对印度华语国达来嘅华侨刘胜强 Steven 韩国陈立伟，加第位老主公本大系共同模演嘅行业，来到台湾10多年呢，因为当教去台湾，故所加到几天爱强下地亚，巧妙自家嘅事业，用加到庆祝式嘅家乡味，带领大家来认识传统嘅印度菜，就算投入做定呢，专业唔得，唔过家乡望見鬧熱嘅公園氣氛，行起幾下到東南聽不用睇的。北投內的標地位遊樂區，先後從頭標弄起草皮鄉，在國家三色甜者位有個同切起的肌肉落去喇叭嘅。前面介紹的好遊樂區港面有乾坤嘅，一出色彩豐富，代表福氣富貴，印度華人公園維持的草結結就好位。南面團站平來，節奏旗下的各地在個老記得用到，老記拿起來，你拿兩三件呢，並到北投都好，細細貨位兩幾鋪。登記人嘅就係十數分享嘅印度式麻花，也係印度港人國達米南尼波公園天錯不幾位點錢。麻花啊、哈辣啊，就是蝦餅啊，懂嗎？呢類東西就過年前1-2個禮拜，哦，一塊太高哦，都是。什麼菜市場給我搶哦，買個蝦公啊，買什麼啊？他們要準備要做這些那個就是年菜的東西，一大堆有都沒的。地組下無限次仔嘅 Steven 同阿 V， 現正做服務業，工業無專業做主管嘅，是講見上到故鄉印度港人國達工業按鬧熱，加到行起東南甜用吃。過年的時間說分人咯。有大鼓啊，有石頭啊，可以去每一家，一整個晚上沒有人睡覺的，連那個印度人都知道我們過年，他們從那個城市哦，全部東西要賣的啊、吃的啊、零嘴啊什麼啊，全部來到我們那個小城市那邊。那啲面團總算數健康嘅 Steven， 頭擺食係印整嘅傳統嘅廚師，見啲嘅菜印度風味可應用嘅阿 V， 本來係啲印度香料後食頭路，今年初加到幾天，叫下來巧妙自家入嘅。開店賣老球迷都係各種各位印度家鄉料理。印度嘅他們做的菜就比較辣，個辣啲，個油，還有個鹹，呢啲三樣東西把它減低，過後做的菜含的一樣就是印度嘅做的那個料理一樣，所以才會台灣人這邊的人可以接受。沙到印度料理一定從日本元素香料做出一片一片嘅料理，其實係對家鄉嘅感情。做地講係足定強調富態嘅 Steven 同阿 V， 從外州嚟到台灣，相互安保，強下3萬大餅，我用其他地位家鄉味來買台灣人嘅錢。客情分，北京總大公園21特別報道。